Hello， 大家好，又嚟到小師妹講馬嘅時間啦。我係 Veronica。咁今日想介紹俾大家嘅呢一場賽事係第一場5班1800米嘅賽事。第一場第5班沙田草地1800米嘅賽事當中呢，7號香港精神上一次喺768賽事當中佢係排咗第14檔嘅。咁一出閘呢，佢係縮到最後啦，結果直路都要揾咗一陣路先至望空嘅。咁結果係跑第3啦。跑第2嘅暴風雷上班都仲有表現嘅喎。今次排咗個3檔，希望唔需要佢太被動啦，有權帶嚟轉倉第一場嘅頭馬。咁10號嘅童寶寶呢，上次728場次變奏失敗，俾人頂咗3碟啦，表現差到呢係絕對唔可以計數㗎。今次雖然冇跑沙田馬場嘅經驗，但係谷草都爆得咁勁，最佳冷門都要包埋俾佢啊！我覺得11號嘅金得意呢，去到26分，再交唔出表現呢，就即將會出局㗎啦。其實上次757轉位內閃，如果唔係一定就有位置㗎啦。今次馬房揾埋潘頓，盡人事聽天命，配腳都要埋佢啊！12號嘅貝貝龍最近幾次賽事呢，表現都係相當之一般啦，今次排咗個1檔，都係應該要放頭佢自己順走啦。季尾最近場地都係利前至，希望有翻佢一席嘅位置啦。